点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、打我们、放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？4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，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喂，下面要有个3呢，3字头。就是讲吼，你尽量是